城市嘅角落有一種特別嘅食物銀行，不同於一般只派發即食罐頭，呢度送出嘅係新鮮蔬菜同水果，為基層家庭嘅餐桌帶來真正嘅溫飽同營養。每一包蔬菜唔只係一份食物，更加係一份希望。因為平時我買翻啲菜係減價嘅，夜晚啲時間買唔到自己心儀嘅菜嘅，啲新鮮蔬菜嗰啲買唔到嘅。我哋普通家庭咧，通常都會喺揀5、6點後去揀嗰啲打飯嗰啲菜咯。相對嚟講，啲菜咧就已經係殘殘舊舊啊。對好多基層家庭嚟講，新鮮蔬菜並唔係每日都可以食到嘅嘢。為咗節省生活開支，佢哋往往只能夠喺晚上折扣嘅時段到街市選購，但當時嘅菜品選擇已經好少，品質亦都難以保證。而今日佢哋唔再需要為此煩惱，一包包新鮮嘅蔬菜承載嘅唔止係營養，更加係社區間嘅關懷同支持。一包蔬菜承載嘅係健康同關懷，呢度唔少義工曾經係受惠家庭之一，如今佢哋用雙手延續呢份關愛，等社區嘅溫暖流轉不息。呢個機構咧，即係可以幫助到好多家庭，即係唔會好似其他咁食來去都係嗰啲咩粟米罐頭啊、罐頭啊、咩沙甸罐頭，呢啲係新鮮好多㗎。即係嗰啲罐頭咧，正好似仲需要製菜嘅差唔多。呢個真係好新鮮，仲有時會有生果俾我哋啦，豆腐啦，都係啲營養價值嘅，甚至有時有啲小糧食俾我哋，米啊，其他啲小食俾我哋。中心嗰度啲飯盒係好少蔬菜嘅。首先食我哋多咗營養啦，開支就幫我哋減輕咗嗰個買蔬菜嘅負擔。因為平時我哋係靠即係中心嗰度啲飯盒係好少蔬菜嘅，咁有蔬菜我哋食，我哋平時都好少另外再去購買其他蔬菜去俾啲小朋友食咯。所以小朋友一見到有蔬菜包咧，十分開心。最中意食娃娃菜、生菜同埋菜心。每一份新鮮嘅蔬菜都係小朋友成長路上嘅小確幸。多謝香港生命力，多謝香港生命力，多謝香港生命力，多謝香港生命力。請支持香港生命力。一包蔬菜係健康嘅開始，亦都係關懷嘅延續。每一份支持都係令溫暖流動嘅力量。